大家问千万字，特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一个做风台全台湾22个县市连续休2天风台假，可能有一寡人期待今仔日敢会连续搁再加休1天，结果大部分所在都已经恢复正常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套做俗私约俗第8条。俗就是小接小连的意思，咱讲接俗、略俗，也有小俗。另外，戏剧、广告或者是小说，一篇线一篇，一集线一集，咱讲是连续剧。也有处理代志照固定的程序办法，咱讲是手续。那以后日，古早有人讲是俗后、俗二后，继续处理，咱讲是俗办。有一款汉语叫做俗端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连续，这个意思就是连续无断；第二个词读做接续，意思同款，就是连续、连续、小连续，也有继续无断的意思。颠倒边的词就是断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迄轮讲，虽讲咱打拼无一定会成功，也毋过若是无拼事，就一定会失败。顶真的态度要一直接续落去，成绩才会当连续来累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